来看台商彭雄连续翁仔某涉嫌为中国的国安单位伫台湾发展组织，去找文化部的蒙藏文化中心的员工，提供予中国西藏独立的证书，检方是以违反国安法定罪起诉。详细欣赏者为蒙藏文化中心科员陈德蒙破监，捌代表文化部出席活动，即马被发现真侪年前涉嫌接受招待去中国海南旅游，熟悉对话官员了后，搁替中国探寻众多证据。涉嫌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刺探、收集公务秘密，侦查后依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起诉方姓被告等5人。也甲中国官员牵上线，靠台商彭雄染疫翁某牵线，先先作为海南省大组企业协会营副会长，涉嫌替中国伫台湾发展组织，前后吸收定性业者帮派成员，搁找人想要打击辩论会核心。想要提到独派真相的动向，检方以违反国安法起诉蒙藏中心科员台商翁某等人。陈德蒙报监遭到起诉，蒙藏中心上级文化部马上表示会依上定界办理停职定书，毋过国内强调案件是一直传出来。谢老空军退伍上校吸收真侪名现役校级的军官，涉嫌为中国刺探军情，互检方照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定罪提起公诉。今麦法院一审判决，分别被判刑2年到20年6个月刑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